续来看新竹北部的朱天宫是3级的古迹，主要是拜观音菩萨。毋但有历史的价值，这个石条的雕刻更加是台湾庙史真少有的生龙的姿势。另外，伫个庙边，阁有一个小景点——震动桥，这是早年北部的村民用来抵抗敌人的秘密武器，嘛，互人看到先民的智慧。 来到北部的信仰中心朱天宫担头一日看，就使看到真有特色的年钱。规座古庙有真侪精美的雕刻技艺，每一部分拢值得好好去欣赏。慈天宫这个龙柱比较特殊一点，它是属于比较少见的生龙柱。当哪边有危难的时候，它马上就可以骑龙出发去救援。 详细一看，龙条顶面，阁有一只细只的，代表家族的传承，意义深远，手法嘛真有立体感。其实，伫北部的朱天宫，相传讲是伫1835年起的，为了客家建筑甲文化保存的完整性，所以讲伫1996年起，县政府就规划以朱天宫为中心，将边3.5公顷范围为做传统聚落的保存区，并且规定新的建筑物的高度袂使超过13公尺。 所以讲，保留相当重要的文化资产嘛，提升观光价值。古色古香的，然后可以顺外面有老街，可以顺便走走逛逛。伫朱天宫内面还有一个真趣味的装置，就是这个名叫做震动桥的景点。用石板组成的，有的是十八的，有的是空心的，只要若打落去就会出声。这是过去北部人用来防御敌人的秘密武器，透过机关来发觉敢有外人侵入。他们很聪明。 因为那时候没有监视器，所以就用这个。记录了先民的智慧，保存了永贵分节，行一逝北部都袂输是上一节宝贵的历史课。